常年期12週以上數年列王紀下19章9到11節、14到21節、30到36節馬竇福音7章6節、12到14節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6月23日，耶穌基督家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的亞述王兵臨猶大城下，威脅猶大王希則克雅不要依賴天主抵抗他，卻要趕快投降。希則克雅是一個達味式的好國王，他懇求上主的拯救，他認識到上主是唯一的有能力的真神。果然，就像年輕時的達味依靠上主，只用鵝卵石就把巨人歌利亞打下馬。依靠上主的希則克雅沒被打敗，反而亞述營裏喪失了185000人。亞述王灰溜溜地跑了。天主是絕對不會讓忠於愛的人失望的。大能的天主不費吹灰之力就擊敗了囂張的惡人。很多時候，我們會覺得世局的演變好像對好人不利，好人處處在捱打，邪惡的勢力非常囂張。在捉靈的戰爭裏，魔鬼好像了絕對的上風，我們無法力挽狂瀾於既倒。我們被我們所依賴的天主欺騙了嗎？我們要不要趕快向魔鬼投降？今天的讀經告訴我們，不是的。天主的審默並不表示天主的無能，我們只要繼續懇切祈求天主，時候到了，天主一眨眼就會擊敗邪惡勢力，把平安賜給我們。你們願意人怎樣對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，因為我們在惶無助中願意別人把這賜予平安和希望的信仰帶給我們。我們嘗到過沒有信仰的苦澀和有這信仰的甘飴，我們也要努力走窄門，把這信仰帶給還在惶無助中的別人。這別人可能就是跟我們走得很近的鄰居、朋友。這信仰是我們最珍貴的珠寶，希望人人都欣賞這珠寶，得到這珠寶，也藉此珠寶蒙福。